BJ 單身日記回歸兩寶寡婦戀小鮮肉。BJ 單身日記戀上小鮮肉，由兩度榮獲奧斯卡獎的約尼齊薇格 Sarah Rieger 再度回歸，飾演橫跨世代的浪漫喜劇女主角布里奇瓊斯。這次她的感情生活迎來全新轉折。小鮮肉男主角羅克斯特則由新生代當紅演員里奧伍道爾 Leo Wudor 飾演。他曾在浪漫喜劇影集《真愛挑日子》及熱門話題影集《白蓮花大飯店》中展現亮眼表現。在故事中，里奧伍道爾飾演一名公園管理員。這場意外的相遇也為兩人關係揭開序幕。里奧伍道爾解釋說，他需要再次解放自己的靈魂，而羅克斯特能幫助他做到，因為這就是他每天過生活的方式。對布里奇來說，羅克斯特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他的真誠關注，既具有感染力，也讓人難以抗拒。羅克斯特在許多方面與布里奇相似，他樂於大笑，對生活充滿熱情，既溫暖又真誠。約尼齊薇格表示，我喜歡他能夠看見布里奇最美好的特質，他的人性、不完美，以及那份令人注迷的幽默感。他就像是一面鏡子，提醒他擁有自己的價值，尤其是在他可能已經懷疑這一點有一段時間的時候。談及拍攝過程，約尼齊薇格回憶道，我和里奧在片場度過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。我們很快就成為朋友，也很容易找到彼此相處的方式，這讓我們在100多人面前拍攝內心最脆弱的戲份時，能夠感到自在。對里奧伍道爾來說，與約尼齊薇格合作的過程充滿輕鬆與優雅，至今仍令他難以形容。約尼讓一切變得非常輕鬆。伍道爾說，他不會給任何人壓力，也不會讓你覺得需要刻意取悅他。他停頓了一下，笑住補充道，他完全不會讓人感到害怕，這到了一種程度，幾乎讓人覺得害怕。導演麥克莫里斯 Michael Morris 則對里奧伍道爾的表現大加讚賞，形容他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。里奧能夠完美展現年輕、自信與大膽的一面，並且毫無保留地投入角色。莫里斯說，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願意深入挖掘角色的內心世界。他詮釋了一些讓人感到不安的氣氛，卻同時流露出極大的脆弱感。他毫無保留地投入角色，而他的能量也與約尼相輔相成，擊出令人難忘的化學反應。BJ 單身日記戀上小鮮肉中，布里奇在馬克於4年前去蘇丹參與一項人道救援任務時不幸去世之後，不但成為寡婦，也發現自己再度孤單寂寞。她現在是10歲的比利和4歲的梅寶的單親媽媽。她的感情狀態也停滯不前，但是她靠住她的摯友，甚至她的前任男友丹尼爾克利弗休葛蘭 Hugh Grant 的幫助，含辛茹苦地撫養她的小孩子。